各位朋友，你哋好，我係 Clara 李智新師傅。依家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兔龍蛇出世嘅朋友喺馬年嘅一啲運程同埋要留意嘅地方。我都會陸陸續續去分享其他生肖嘅運程，大家不妨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呢條片。兔年嘅朋友，明年嘅事業發展會經歷一個由衰轉吉嘅過程。開始時唔順利，自己會有挫敗感，只要保持毅力、堅持努力，事業會逐漸有起色。但係如果你想轉工，明年年初係唔會順利嘅。如果你唔放棄，繼續努力，有機會會揾到滿意嘅職位，但一定要騎牛揾馬，千祈唔好辭咗依一份工去揾新工。明年可以創業，但要有心理準備，要經過一段奮鬥先至會有機會獲利。財運方面會係先兇後吉，明年投資開始時會有啲損失，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慢慢會有收穫。當有收穫之後，要注意節省，盡量減少開支，否則會守唔住財。學習方面，明年有機會成績下滑，但係我哋唔可以太在意一時之間嘅得失，只要堅持努力付出，最終一定會得到唔錯嘅成績。因為考運平平，所以一定要調節好自己考試狀態，唔好俾緊張嘅情緒影響自己考試嘅表現。要靜落嚟諗一諗，今次考試失利係咪因為考題太僻，自己運氣唔好呢？又或者係自己學習方法有問題？凡事要多反省，要堅持努力不懈係重要嘅。婚姻方面要提防一啲小摩擦變成大衝突，會有唔少嘅波折，但係都可以順利解決。要多為對方考慮，少以自己為中心。如果兩個人都可以咁做，可以成就一個和睦家庭嘅。健康方面要小心脾、膽硬化結石、消化不良或者貧血，冇咩大礙。龍年嘅朋友，恭喜你，明年運勢轉和，事業發展順利，而且如果能夠集結團體嘅力量，同其他人通力合作，可以成就大事。再加上有貴人運，所以可以創業同埋轉工。財運都好旺，如果能夠同其他志同道合、目標一致嘅人合作，財源會更加廣闊，獲利會更加豐厚，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明年嘅運勢。婚姻方面，大家關係非常融洽，未婚嘅龍年出世朋友同依家嘅另外一半有機會結婚。已婚嘅龍年朋友，明年生活美滿，學業方面考運唔錯，自身實力亦都強。明年考試會成績好，但如果想進一步提升，不妨揾成績優異嘅同學一齊學習，互相交流，可以達到更高嘅水準。健康方面要小心腦部神經衰弱同埋呼吸系統嘅病，留意明年會有心神恍惚、失眠嘅狀況。蛇年嘅朋友，明年事業運會變強，有好嘅機遇，有貴人相助，有長輩提攜，所以要好好利用周圍嘅人物關係，多尋求朋友嘅幫助，一定會實現心中嘅理想。如果想轉工，明年會係一個好時機，有機會揾到比較滿意嘅工作。明年亦都可以創業，會有機會獲利，但要小心容易被朋友出賣，所以凡事都要親力親為，唔可以鬆懈。財運亦都好旺，主要係因為有和諧嘅人際關係，揾到志同道合嘅合作伙伴。只要能夠集合大家嘅智慧同埋經驗，財運會更加順暢，利潤亦都會更加豐厚。明年考試順利，成績理想，因為蛇年嘅朋友平時都好努力，基礎打得好，而且因為身邊嘅同學同埋朋友相處得開心，變成心情好，考試自然會比較放鬆，狀態好，成績表現都會好。婚姻方面，因為同另外一半性格可以互補不足，一剛一柔，就算大家性格唔同，都唔會出現大嘅矛盾。戀愛同婚姻明年都會美滿。健康方面主要係腹部、耳仔或者腎臟、下腹嘅疾病，千祈唔好諱疾忌醫，要速速揾醫生，同埋多做身體檢查。以上係我對兔年、龍年、蛇年出生嘅朋友嘅一啲分享。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或者想改運，可以喺呢度或者喺我李子新嘅 Facebook 度留言俾我。下個禮拜我會講喺馬年、羊年、猴年出世嘅朋友嘅一啲運程。下個禮拜見，拜拜。